大家平時行街市有冇見過一啲神奇現象？明明琴日行過嗰檔，見到啲魚仲係反晒白肚，死下咁款，點知今日再去，同一批魚竟然喺個魚缸入面生龍活虎，仲要標價30蚊條咁平？你以為係奇蹟？你以為係啲魚生命力頑強？醒下啦！呢個世界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街市入面最唔想俾你知嘅黑幕，揭開呢啲所謂30蚊游水魚嘅真面目。原來你同我每日買緊返去俾屋企人食嘅，可能係一條用化學嘢吊住條命嘅化學殭屍魚。我哋香港人最講究先，買魚一定要游水，覺得咁樣先至健康，先至好食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由漁場到批發市場，再由批發市場送到去你樓下個街市，呢段路長途跋涉，啲魚又逼又缺氧，點解去到街市仲可以咁有活力？其實好多黑心商販為咗減低損耗，令到啲原本已經病入膏肓或者瀕死嘅魚起死回生，會喺水入面加咗好多你明都叫唔出嘅化學物質。最常見嘅一種就係俗稱海水精，或者係一啲非法嘅魚類麻醉劑同興奮劑。你試諗下，一條魚如果佢正常咁游，佢嘅動作係自然有節奏感嘅。但係如果你見到啲魚喺魚缸入面好似跳舞咁，或者係不停咁亂撞，甚至係啲動作僵硬得嚟又好似好有力咁，呢啲好大機會就係食咗藥嘅魚。呢啲化學藥劑可以短時間內刺激魚嘅神經系統，令到佢哋就算內臟已經衰竭，表面上都仲可以維持游水嘅動作。呢啲就係名副其實嘅殭屍魚，外殼係生嘅，入面其實已經死咗一半。再講，點解係30蚊？喺今時今日咁嘅物價，一條正常養殖、正常運輸嘅優質魚，成本都唔止呢個數。嗰啲30蚊兩條或者30蚊一條嘅所謂游水魚，好多時係啲所謂嘅洗底魚。呢啲魚可能喺養殖場嗰陣就已經病咗，或者係喺運輸過程中受咗傷。為咗唔好蝕本，啲人就會用孔雀石綠呢啲致癌物質嚟幫啲魚除菌、除寄生蟲。雖然政府一早已經禁用孔雀石綠，但係喺呢啲低價魚市場入面，依然係一個公開嘅秘密。孔雀石綠可以令到受傷嘅魚唔會爛肉，令到啲魚皮睇落去依然光鮮亮麗，但係毒素就會積聚喺魚肉入面，你食落肚就等於慢性自殺。除咗孔雀石綠，仲有一種更恐怖嘅嘢叫甲醛。冇錯，即係用嚟浸屍體嗰啲福爾馬林。有啲黑心販子會將啲死咗無奈嘅魚浸一浸甲醛溶液，咁樣做有咩好處？甲醛可以令到魚肉嘅蛋白質凝固，令到條魚就算死咗，啲肉都唔會變軟，唔會發出臭味，甚至連對眼都可以保持清澈。當你喺街市見到啲魚對眼好似好精靈，但係條魚其實動都唔動，或者係擺喺碎冰上面，但係個樣新鮮得好唔真實，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。呢啲甲醛魚一旦煮熟，啲肉會變得好韌，好似食橡皮筋咁。呢啲就係化學反應嘅結果。我知好多人會話，我買嗰啲魚係識喐㗎喎。好，我哋再講深一層。有一種化學嘢叫過氧化鈉或者過氧化鈣，俗稱氧氣粉。呢啲粉末一落水，就會產生大量氧氣。對於一啲已經就快斷氣嘅魚嚟講，呢啲簡直係強心針。你見到個魚缸入面成日都係白泡，啲魚喺入面不停咁掙扎，其實佢哋係因為化學物質刺激緊啲部，令到佢哋不得不拼命呼吸。呢啲魚雖然仲喺度游，但係佢哋嘅身體入面已經充滿咗氧化還原反應產生嘅副產品，肉質已經變晒質。大家有冇發覺，有時買條魚返去，明明喺街市見到佢好生猛，但係一返到屋企入個膠袋，唔使15分鐘就死咗，或者係一落鑊蒸，陣味怪怪地，有一種講唔出嘅藥水味。呢啲就係最典型嘅化學魚特徵。真正健康嘅魚，如果你用氧氣袋裝住，起碼可以維持好幾個鐘，甚至半日都仲好生猛。而嗰啲靠藥水吊命嘅魚，一離開咗嗰缸化學水，佢哋嘅神經系統就會崩潰，即刻現形。
我曾經私下問過一位喺街市做咗30幾年嘅老魚販，佢話俾我聽，而家啲人貪平，又要游水又要有面子。如果你見到啲魚檔，佢啲水顏色怪怪地，帶點淺藍色或者係好重嘅漂白水味，你就真係要行開啲。佢話以前啲魚係由魚籠一籠籠咁運，而家係用大貨車加化學養，為咗令到啲魚喺咁逼嘅環境都唔死，就要落抗生素，一落就係幾十種。呢啲抗生素殘留喺魚身入面，我哋食咗落肚，久而久之就會產生抗藥性，以後生病食藥都未必有效。咁樣講落去好似好絕望，咁我哋點樣先可以做個精明嘅消費者？其實有幾個方法可以分。第一，睇眼球。正常嘅魚眼係突出嚟嘅，黑白分明。如果係浸過藥或者病魚，眼球會凹陷或者有一層白膜。第二，睇魚，鮮紅色係正常，但係如果你見到啲紅係紅得好誇張，甚至係帶點紫黑色，或者係啲絲黐埋一堆，咁就有問題。第三，摸下個魚身。正常游水魚嘅表面會有一層薄薄嘅透明嘅黏液，呢啲係佢哋嘅保護層。但係如果魚身摸落去好粗糙，或者係完全冇咗層黏液，摸落去好似摸膠片咁，呢啲好大機會係化學處理過。仲有，大家唔好以為30蚊買到游水石斑或者靚魚係賺咗。你要諗下，石斑呢類深海魚，捕捉同運輸成本極高，點可能平過一斤豬肉咁多？呢啲通常係養殖殘次品，可能係喺魚排嗰陣已經感染咗寄生蟲，或者係用咗劣質飼料。黑心商販會用一啲叫除蟲劑嘅化學品直接噴喺魚身上，殺死表面嘅蟲，等佢睇落去乾乾淨淨。你食咗呢啲魚，其實係食緊除蟲劑。香港人最中意講性價比，但係喺食入口嘅嘢上面，性價比唔係唯一標準。你慳咗嗰20蚊、30蚊，最後可能要用幾廿萬甚至更多錢去睇醫生。我哋成日話點解而家咁多人有怪病，點解癌症發病率越來越高，而且越來越年輕化？呢啲同我哋每日食入肚嘅化學僵屍魚絕對脫唔到關係。我想再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案例。我有個朋友以前最中意去街市買平魚精，佢覺得自己好識持家。點知有一段時間，佢全家人成日無端端皮膚敏感，仲要係嗰種揾唔到原因嘅紅疹。後來去睇醫生，醫生問佢平時飲食習慣，先發現問題出喺啲魚身上。原來佢幫襯嗰檔魚販，為咗令啲魚賣相好，長期喺水入面落咗超標嘅防腐劑。佢哋全家人長期微量攝入呢啲防腐劑，導致免疫系統失調。自從佢轉咗去一啲有信譽、有牌照嘅魚檔，甚至係買一啲有認證嘅本地優質養殖魚，佢哋家人嘅皮膚問題竟然慢慢好返晒。呢件事話俾我哋聽，眼睛見到嘅生猛未必係真嘅生猛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我哋更加要識得分析。啲魚販用化學藥劑，其實係捉心理。佢哋知道你見到條魚跳下跳下就會心動，佢哋知道你見到30蚊呢個價錢就會失去理智。所以下次去街市唔好再俾嗰啲化學表演呃到。我建議大家，如果預算有限，寧願買一啲新鮮嘅冰鮮魚，都唔好買呢啲來歷不明、價錢低得離譜嘅游水魚。冰鮮魚雖然唔係游水，但係如果處理得好，佢嘅鮮味同安全性可能比化學游水魚高得多。你要記住，真正嘅游水魚，佢嘅力氣係由內而外發出嚟嘅，而唔係由藥水刺激出嚟嘅。另外，我哋都要關注下政府嘅監管問題。雖然食環署成日都話會抽查，但係面對咁多個街市、咁多檔魚販，單靠抽查係唔夠嘅。我哋作為消費者，一定要識得投訴，識得揀擇。如果你發現某一檔嘅魚有陣藥水味，或者係你食完之後覺得喉嚨唔舒服，一定要反映。其實成個問題嘅根源係我哋對鮮嘅過分追求。我哋一定要魚係生嘅，呢個觀念本身無錯，但係當呢個需求變成咗一種盲目嘅執着，就俾咗空間啲黑心商販去鑽空子。如果你明白
一條魚死咗無奈其實唔會即刻變質。如果你明白健康比嗰幾秒鐘嘅口腹之欲更重要，你就會發現你其實有好多更好嘅選擇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，咁我點知邊啲魚檔先係好嘅？其實好簡單，好嘅魚檔，佢嘅水質係清澈嘅，無異味。啲魚唔會密密麻麻咁賽晒喺一個細缸入面，因為真正想啲魚生存嘅人，知道魚係需要空間同氧氣嘅。而且一個老實嘅魚販，佢會老實話你聽邊啲係今日新到，邊啲係已經死咗可以平啲賣俾你做魚湯。佢唔會用藥去粉飾太平，因為佢想做你長久生意。再講返嗰啲30蚊魚，其實背後仲涉及一個灰色產業鏈。有啲魚係由一啲非法途徑偷運過嚟嘅，無經過正規嘅檢疫程序。呢啲魚可能嚟自污染嚴重嘅水域，身體入面含有大量重金屬，好似汞、水銀、鉛、鎘等等。呢啲重金屬一旦進入人體，係好難排返出嚟嘅。佢哋會損害你嘅神經系統，影響小朋友嘅發育。你以為自己買緊營養俾仔女食，點知係餵緊重金屬俾佢哋？呢件事諗起都覺得恐怖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做生意要賺錢係理所當然，但係君子財要取之有道。呢啲靠化學嘢嚟欺騙消費者嘅行為，唔單止係商業失德，直頭係刑事犯罪。可惜而家好多法例都仲未跟得切呢啲新型嘅化學作假手段，令到好多人依然逍遙法外。所以我哋自救嘅方法只有一個，提高自己嘅識別能力，唔好再做嗰啲只會睇價錢牌嘅水魚。你要做嘅係觀察，係感受。如果你見到條魚喺缸入面游得好唔自然，好似喺度打冷震咁，或者係佢個肚腫得好誇張，咁好大機會係注咗水或者落咗藥。如果你見到啲魚鱗脫落得好嚴重，但係條魚依然生猛，呢啲就係典型的強弩之末。我想喺呢度呼籲大家，分享呢啲資訊俾身邊嘅長輩同朋友知，因為老人家最中意行街市揾平嘢，佢哋往往係呢啲化學僵屍魚嘅最大受害者。佢哋覺得自己慳咗錢，其實係害緊自己嘅身體。我哋作為後輩，有責任提醒佢哋，教佢哋點樣去揀。呢個社會，如果每個人都只係追求快、平、正，而不顧質量同誠信，最終受苦嘅只會係我哋自己。今日你食咗化學魚，聽日你可能就會面對其他化學食物。唯有我哋集體覺醒，用腳投票，去支持嗰啲老實經營嘅鋪頭，先可以令到呢啲黑心商販無生存空間。再總結一次，揀魚嘅時候，記住3唔買。價錢平得離譜嘅唔買，水色同氣味怪異嘅唔買，游水姿勢僵硬或者亂衝亂撞嘅唔買。你要買嘅係嗰啲對眼清澈、魚鮮紅、黏液正常、游水姿勢優美嘅魚。雖然可能貴少少，但係呢啲錢係買緊你同屋企人嘅健康。大家試諗下，如果你今日買咗條化學魚返去，煮咗一餐以為好豐盛嘅晚餐，結果全家人食完之後，身體出現各種細微嘅唔舒服，或者係長期落嚟累積咗成身毒素，呢種代價真係值得咩？我哋成日話要追求生活質素，真正嘅生活質素係建立喺安全嘅飲食基礎上面。我希望今日呢條片可以幫到大家揭開呢個街市入面嘅毒素黑幕，唔好再被嗰啲所謂嘅生猛假象蒙蔽。我哋香港人一向都好叻，好精明。只要我哋肯花多一點點時間去觀察、去思考，呢啲黑心伎倆就無所遁形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其實健康嘅食物唔一定係最貴嘅，但係一定唔會係最平嘅。呢個世界嘅運作邏輯好簡單，一分錢一分貨。當你面對誘惑嘅時候，問下自己，呢個價錢合唔合理？如果唔合理，咁佢背後隱藏咗啲咩？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啲資訊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要留意多啲呢類資訊，都要話俾身邊嘅人聽。我哋每個人嘅一點點改變，累積埋一齊，就可以改變成個市場環境。我哋唔可以控制商販點做，但係我可以控制我哋自己點樣去揀。下次去街市，帶住今日我教你嘅方法，
去好好咁觀察下，你會發現原來以前好多被忽略嘅細節，而家都睇得清清楚楚。你會發現原來做個精明嘅消費者係一件好有成就感嘅事。唔好再做化學僵屍魚嘅幫兇，唔好再俾呢啲黑幕繼續蔓延。保護自己，保護家人，由呢一餐飯，呢條魚開始。我哋一齊努力，將呢啲真相傳出去，等更多人知道，等呢啲黑心魚檔慢慢消失。香港人唔係咁易嘅。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。記住，食得好唔代表要食得貴，但係一定要食得安全。希望大家每日都食得開心，食得健康。下次去街市，帶對法眼去，睇清楚邊啲先係真正嘅優質游水魚。